國家主席胡錦濤坐專機抵達馬里首都巴馬科，馬里總統杜爾率領高級官員親自到機場迎接。中國駐馬里大使同埋使館嘅工作人員都熱烈歡迎胡錦濤嘅到嚟。又安排富有當地特色嘅舞蹈表演。胡錦濤喺杜爾嘅陪同之下，坐專車從機場前往下榻嘅酒店，喺市區受到當地人民熱烈嘅歡迎。下午，胡錦濤到咗總統府同杜爾會談。胡錦濤指出，國際形勢正處於複雜嘅變化，中非關係處於重要嘅發展階段。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嘅嚴峻挑戰，加強中非團結合作意義更加重大。胡錦濤代表中國政府作出承諾，表示中方會認真落實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確定嘅各項援助非洲嘅措施，喺力所能及嘅範圍之內，繼續增加對非洲嘅援助，減免非洲國家債務，擴大對非洲嘅貿易同埋投資，並加強中非務實合作。胡錦濤會喺馬里逗留2日，佢又會出席中國援助興建嘅大橋項目動工儀式，看望中國醫療隊嘅隊員。